大家好，我係 Able 啊。Parmigiani Fourier 咧可以話係近年一個最幸運嘅瑞士高級製錶品牌，因為佢一毫子都唔使咧，就得到咗呢個英國嘅帝王嘅加持。因為英皇 Charles III 咧喺好多嘅公開場合裏邊咧，都佩戴咗嗰一款 iconic 嘅 Parmigiani Fourier Toric 嘅計時碼錶。嗱，呢款錶咧好低調㗎，不過亦都不失奢華，因為佢個錶殼咧用咗18K 嘅黃金去做，成個款式咧係好經典嘅。不過 Parmigiani Fourier 咧就絕對唔淨止係製作嗰啲經典嘅錶款嘅，因為現任嘅 CEO Mr. Guido Trani 咧就推出咗嗰個又簡約啦，而且富有現代感嘅 Toned PF 嘅系列。嗱，其中一款錶咧，仲係呢個追針式嘅計分嘅腕錶，佢咧將呢個好複雜嘅追針計時咧，就融入咗又得意啦又實用嘅日常功能嗰度。嗱，經過咗幾輪嘅創意嘅腕錶之後咧，今年嘅 Parmigiani Fourier 咧就改為挑戰呢個新嘅物料喎。嗱，相信大家對於呢個陶瓷呢種物料咧都唔會感覺陌生㗎啦，因為好多錶咧都用陶瓷嚟做錶殼嘅。嗱，陶瓷嘅特性咧就係好堅硬同埋防刮嘅，即係唔容易刮花嘅。但係咧佢有個幾致命嘅弱點，就係佢唔能夠抵受撞擊嘅，一撞咧就會碎裂㗎啦。但係一般用作我哋製造錶殼嘅金屬，嗱，例如好似精鋼啦，又或者係鈦金屬啦，嗱，雖然佢哋冇陶瓷咁硬，但係佢哋嘅韌性咧就比較強嘅喎，亦都比較輕，尤其是係鈦合金啦。於是咧 Parmigiani Fourier 咧就將大概68% 嘅陶瓷加埋32% 嘅鈦金屬咧，做成咗個堅硬度達到 VIX 1450度嘅 Shermet 物料。嗱，俾大家一個概念啦，我哋平時用嚟製造錶殼嘅316嘅精鋼咧，佢嘅 VIX 嘅硬度咧大概係140。咁所以 Shermet 嘅硬度咧，大概係316精鋼嘅10倍。嗱 Parmigiani Fourier 咧，亦都係第一個鐘錶嘅牌子咧，可以用 Shermet 呢種物料咧，係製作成個錶殼嘅，包括咗有佢嗰個滾花圖案嘅錶圈啦、crown 啦，同埋嗰個計時部分嘅按鈕添。嗱，呢一款作品咧，係今年喺日內瓦錶展裏邊推出嘅 Toned PF Sport Ultra Shermet 嘅計時錶。嗱 ，Ultra Shermet 呢種物料咧，可以話係魚與熊掌兩者兼得嘅。佢咧又有陶瓷嘅高度防刮，亦都包含咗鈦金屬嘅韌性同埋輕。但係咧 Shermet 咧始終都係好高硬度嘅，所以咧要將佢做成擁有72個零部件嘅錶殼咧，係好嘥時間嘅喎。再要加埋後期嘅拋光啦，同埋拉絲嘅打磨工序添。每一個錶殼淨係組裝就要用1日嘅時間去完成嘅。嗱 Shermet 呢種物料咧，基本上係灰黑色嘅，佢對光線咧係有一種好特別嘅折射嘅特性嘅，所以喺唔同嘅光線環境底下咧，睇起上嚟有時候係黑色，有時候咧係深灰色，而某一啲光線嘅環境咧，佢仲會呈現灰藍色添。好得意㗎！嗱，為咗配合呢個咁特別嘅錶殼，去製作一款既有時代感啦，仲要有神秘感嘅腕錶咧，嗰個錶面咧係經過咗一種叫做 Breca 嘅處理。嗱 Breca 咧係一種9K 嘅金鎳嘅沉積物嚟嘅，佢基本上咧亦都係灰黑色嘅，仲加咗一啲垂直嘅拉絲打磨添。咁同樣係灰黑色嘅錶殼咧，就形成咗一個咧幾特別嘅反差嘅喎。令到隻錶睇上嚟咧係有一種和諧嘅層次感嘅。錶殼係42.5毫米嘅直徑，個厚度咧有13.3毫米嘅，咁啊絕對唔細㗎啦。但係因為佢個色調比較深啊，所以睇起上嚟咧仍然係好 compact 嘅。個錶殼咧亦都可以防水100米，咁啊絕對都係配合翻嗰個腕錶嘅運動形象啦。嗱，個錶盤嘅設計咧，係我哋平時比較常見嘅時針同埋分針喺中央啦，配合埋6點鐘位置嘅小秒針啦。計時嘅部分咧，喺3點鐘嘅位置度咧，有一個30分鐘嘅計時盤；9點鐘嘅位置咧，就有一個12個鐘頭嘅計時盤，加埋嗰個中央嘅計時秒針，係我哋最熟悉嘅佈局嚟嘅。嗱，嗰個小秒針盤同埋個計時盤咧，有2種顏色俾我哋揀嘅。分別咧就係嗰個反差大啲嘅米蘭藍色，同埋嗰個比較和諧啲嘅倫敦灰色。嗱，我自己覺得咧，倫敦灰色咧係更加襯嗰個錶嘅酷嘅形象嘅。
嗱，隻錶嘅心臟咧就係 Parmigiani-Forey 自己設計生產嘅自動上鏈導儲輪一體式嘅計時機芯。個錶底係透明嘅藍寶石水晶玻璃，俾我哋睇得一清二楚。個機芯咧係經過咗呢個COSC 瑞士天文台嘅認證，所以每日嘅準確度咧係可以喺-4秒到正6秒呢個區間裏邊嘅。個機芯可以提供65個鐘頭嘅動力儲備。有3日咁長嘅動力㗎啦，夠晒㗎啦。而嗰個機芯咧，每小時咧係以5個赫茲36000轉嘅高振頻去擺動嘅，即係話咧可以顯示1/10秒嘅時間。嗱，雖然咧呢一款係一款運動錶，但係個機芯嘅打磨咧係絕對達到 Parmigiani-Forey 應有嘅高水準嘅。尤其是嗰個22K 嘅玫瑰金嘅鏤空嘅自動擺陀咧，同成隻錶嗰個深灰色嘅色調咧，係形成咗一種比較強烈嘅對比嘅。嗱，個腕錶咧仲係配一個同小錶盤一樣同色系嘅橡膠錶帶，用呢個 Ultra Cermet 嘅物料做針扣嘅，戴上手咧，我自己覺得咧就好舒服，因為嗰個重量咧係好適中嘅。嗱，如果呢個灰冷嘅色調唔係你嘅 cup of tea 咧，建議咧你睇一睇呢個搭載同一樣嘅 COSC 瑞士天文台認證計時機芯嘅另一款計時錶，佢咧就有一個40毫米直徑嘅精鋼嘅錶殼嘅，都係 Tonda PF 計時系列嘅。咁呢款錶咧係有一個礦物藍色嘅錶面。嗱，呢個藍色咧係介乎於海軍藍同埋天藍色之間。嗱，配合埋嗰啲白色嘅數目字同埋銀色嘅時錶咧，我覺得咧係好清晰易讀嘅。加埋嗰個手工機刻嘅格狀大麥粒嘅立體飾紋啦，用CEO Mr. Girani 嘅説話講咧，就好似一幅高級嘅意大利西裝嘅面料一樣。近睇嘅時候咧就好立體，遠睇嘅時候咧就比較絲滑嘅。你都好難揾到一個更加靚仔嘅配搭㗎啦。錶咧係有一條一體式嘅精鋼嘅錶鏈嘅，好有運動感，亦都係 Tonda PF 系列嘅錶鏈一貫嗰種舒適感啦，同埋個做工好細緻嘅。佢同2021年嗰陣時推出嗰款42毫米直徑嘅計時錶比咧，個新錶咧係攞走咗個日曆槍㗎。嗱，雖然咧就冇咗個日期嘅功能。但係整體嘅觀感咧，我自己覺得咧係更加平衡同埋順眼嘅。咁而40毫米嘅直徑咧，亦都係比較纖巧啦。咁啊加埋呢個 Parmigiani-Forey 最出名嗰個水滴型嘅錶椅，一直延伸到去嗰條一體化嘅錶鏈嗰度，我自己覺得咧係更加適合呢個亞洲人嘅手腕啦。嗱，既然呢一款計時錶係屬於呢個 Tonda PF 嘅系列，當然咧就唔少得嗰個用鉑金製作嘅菌花錶圈啦，亦都為隻錶咧增加咗一份貴氣嘅喎。嗱，兩款嘅計時錶，一款咧就係 Tonda PF Sport Chronograph Ultra Cermet， 佢咧有一個高冷嘅科技感嘅；而另外一款咧就係 Tonda PF Chronograph No Date 冇日曆，40毫米直徑，就充滿咗呢個陽光嘅運動感。嗱，熟悉我嘅觀眾咧，可能都會估到我咧就一定係更加中意嗰個40毫米直徑礦物藍色嘅錶面嘅計時錶。嗱，你嘅選擇又會係點嘅呢？響留言區話俾我哋聽啊！我哋下個 video 再見，拜拜。